零件大意。谢天会是。要定物是惹尘埃，真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堂，时时勤拂拭，物是惹尘埃。六祖的记，菩提本无树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大意。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因为这个物件，咱咧看一个很看，咱是亲手去修起来看，伊这是空间物件。有形有形。哦，这个是这小，这就是结晶。哦，这就是亮，这就是亮。以前的亮，爱起来亮吗？爱起来亮吗？你都是讲了啦，咱这段其实讲六祖的角青角，哦，菩提角。嘛，这个讲的都，这个净，清净干净的净，净。那么才能真净哦，当然这个角哦。我哋本来是讲，我哋本属性嘛，这叫做属性嘛。这个叫做灰嘛。哦，这叫做灰嘛。灰。这叫做地主嘛。本来无一主。哦。这叫做地主，这叫做地嘛。菩提本无净地。明镜亦非在地。一地一主。哦，这就是地主嘛。这个就是配嘛，这个就是用嘛，因为去配产生出来用嘛，配用，这个叫做功用嘛，伊个功用就是啥，就是记住嘛，就是讲电，甲这物件，电甲公电，电甲公电，电都是记住嘛。那本来就是说，咱比较跟那个这当中就是路嘛，这个叫做功能嘛。伊本来就是，这个叫做属性，这个叫做属性，那叫做属性。我哋本属性，我哋本属性来这当中，伊本来是无嗰种用意嘅，它叫做什么呀？所以我拢用意，它叫做什么？所以这个贡献，对本性所流露出来，因所流露出来，这个理，这个理，因为这个理就是这哪个贡献？这个理的这当中就是这当中就是空体嘛，这个空体在这当中，因为空体是完全定义是一个。完全拢无意，空气是完全拢无意嘅，空气係有衝即係個大物件，所以流露出來當中叫做靜，靜，這叫做怎講？如靜如，所以靜出來本來會溫嘛，所以就一定係所以嘅第三部位，即兩三，這第三部位就是代表第三部位就是代表。
你是免化的。是咱在自己去弄去，哦，这个歌，是爱是有点慢慢去，是爱自己去弄去，一点慢去。但是伊当时伊就做语言，伊我做伊那个讲，就是讲，伊即唔是讲因身份，唔是讲因身份，伊是讲你有法当时手气，会讲正常的，伊是讲讲正常的。就等于讲你看这物件看对的，你已经看这物件看对，伊是讲对。啊，最近就说下来咱们就是啥，心是佛的心，哦，伊是讲心是佛的心，心。这是一种表象的东西，这就是色相的东西。这种表象，这是性嘛？性在这上面有些是的一些想法嘛，这是的想法，啊，是的想法里面的想法，就菩提这个想法，这菩提真的判断当去观嘛，这就是这个是嘛？你看跟着这个小，就你该的这些小意，但是你想法的一个象在里面嘛。你不能是无名啊，你有想法在里面，啊，这想法在你里面的这种叫天然这个本来是你讲，毕竟啊，并不是新鲜嘛，很简单，简单全部新鲜，因为已经还所有相，皆是希望嘛。若是不相非相体现出来嘛，金刚经的东西不能拿。啊，所以你眼相当然心如明下来。理解心的啊，这个分辨，这个分别心啊，分别啊，就是以前的分别，现在心如明亮，心的他们是大部分的小店，这他是讲的这个啊，大小大小的心，所以从这个分别这个行，这个相物件，啊，你是真有讲好了，这个是在讲了嘛，这个人嘛。这个大家不敢嘛，那就是有因生有性，有因有果嘛，道理写出来，那是空间里面。啊，所以你在记录器，这期里的记录器的时候，今天你去研究这样，你去研究这样，哦，当然在讲这个世间，哦，那把所有东西讲，你这个现实已见起来，我也听过，不是就是讲修到这个功夫，不是讲这个样。啊，所以就讲细节记录器，咱大家看人家切的，当做多少切，安尼好，啊，不要跟他切，啊，无跟你无跟他切，当然这是呐，心存正直的，看到有些超前些的物件，就看我讲的比如，不如花干，有前干，有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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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这个我们没上说啊。哦，说内行看门道，啊，外行看热闹。这个呢，这个你的智慧去看它，这个五个层级呀。哦，你八干都能画小，天干你看天干的，鬼干的他都还没看，对吧？后干的好的你看看，后干你会一进华为就这样嘛。所以呢，后干。你让八干以上代表天干，天干以上代表地干，鬼干以上代表花干，花干以上代表虎干，你能够占卜，但是虎干以上代表花干，以上代表鬼干，以上代表天干，以上代表马，按照运气地支嘛，就是棍嘛，就是地支无凶嘛，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嘛。在一点无凶，你好像你看一讲回，你看很清澈，好比我们这个说。哦，一定不能打过，我在想这是好看的，这叫做像刚才你讲的这些，比如说，问的好在好，去科学的一个那这个关系跟他科学是吧？啊，这个科学课的研究没啦，我属于就帮你代打，啊，没科学所有资料完就爱让就来课程，因两个听说。把你在那个那个在讲给科学出来，啊，就无科出来，你基本你无可能排出来，你都袂当做翻译。啊，所以这个排科就当多的两个，多的。啊，
伊一个无专业啦，你看这看法就错误。有人让别切他说这，你那看起你说这个分钱，我无讲你好分钱，他给分钱，我刚好分钱。那他拿着，因为呢，因为伊传授，以后伊听不了你啥物事，但是咱就我真做啥？伊咧一个当中，迄个思想比较道理吼，迄做得唔啱事，你会安尼袂？我会啦吼。我看见当中有个叫道理嘛，你我们来思维啦，还是说想所以这是啥？这是人这个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所以你有钱，你已经不一样啦，但是你不一样是吧？好，后面。这个是这新的来的，这是新论啦，这个是新论。但是我这个写在这来了你讲，以前的这新论那个，是那作为书生来讲的，因为他不是论到正解的，因为伊是直接是在新论那个，抛开不多修，这个抛开不多修，抛开这是干嘛？这个干嘛？你讲刚有这个保证嘛，也有钱，刚有钱这个保证。就是咱家己做事嘛，有就是重视嘛。你这个菩萨一定要菩萨十德嘛，菩萨这个教嘛，十德就是有情嘛，这个叫有情嘛。因为阿罗汉伊这个教嘛，这个属教，无教他嘛。阿罗汉伊是属教，伊无教他这个道行嘛。因为菩萨这个属教教他，这个菩萨嘛，因为那个伊的功力较高嘛。有自觉，只有自觉，他是圆满这个菩萨，自觉他是圆满这个本嘛，因为这个圆满嘛。所以这个当中，这个在讲的说，这个本来苦足的这个力量，叫啥呢？叫做破财。你看苏波记里的，苏波是讲讲的意思嘛？何其就是本是清净嘛。何其就是本不清净嘛，所以就本不苦足嘛，何其就是本不动摇嘛，本不动摇，本不苦足，本不清净，本不清净，这个力量你就是干嘛？你本主这个力量，你这个去除这个力量嘛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在佛经上不讲，佛经不讲这些，这个作对，这个作对配嘛。因为这个作对配，你们这个苦足，你这个作它是不掉，你知道不呢？迄个来讲，大家众生苦有如来地位之上，大家众生苦有如来地位之上，大家众生讲这个物件是这个物件，但是妄想是这样，妄想是怎么讲出来啊？讲出来，妄想是上汉些嘛，这些你在想那个，有阴阳两个，一不能不能去说物件，一定要进行进来嘛。既然是现在了，当中一点几道的话，几道的讲，所以这个比较的力量，这个比较讲的力量，因为无是闹地，无是闹地，你觉得，你像很多人在当中，这边的时空不一样，这边社会或者东西时空不一样，这贵空不一样的力量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嘛，你在把时空观人空到那里那个对你来讲，你实质和时空就空空对这个社会空空宇宙，社会空空宇宙，这是这个理由。过去中国修就是空面，那个也是黑，但是伊明显就会在伊本来的甲体所流露出来物件，做自然流露物件，伊无这个造出来。这个叫做什？这个地感觉物件，那是怎样？拢感觉物件，那是亮就是想，无亮就是地。或者这个，因为太阳一样，就是在空间里面，太阳。这太阳，空有出现，是不是呢？但是，有一个色甲地，这太阳因伊如